即个时阵我就会想着家己讲，其实我足拍拼、足认真诶，但是别人可能无看到我诶好诶所在，我诶优点，所以应该是安尼，就是甲家己心内伤心诶所在、失落诶所在，甲政府替阮翁骂啊，替足侪人骂，即种反应该人人做伙，所以我较会遐激动。后来我想想诶，其实人爱有自信是上困难诶代志。吓，但是这著是爱去修啦，爱去修炼啦。像今仔我后来就知影讲，我若要练台语，其实我嘛会使找妈妈，找以早诶以早斗阵读册学姊，会使去找学姐，去甲因讲台语安尼，诶，伊嘛是会问呢，会问讲，你学这创啥？你是要考试吗？我讲无呢。因嘛拢问讲，无你是要读普书还是硕士？我讲拢无啊，我就是想好好学台语，无想讲要用甲遐复杂。你为着讲学台语，你去读一个硕士，结果你工课嘛无法度做。你可能搁爱去准备考试，搁爱注搁爱开学费啊，有诶无诶，毋是简单诶一件代志。其实我只是要找一个人加讲台语，创造迄环境，结果我家己诶生活用甲遐复杂，迄著变啊，毋是我原来诶目标。只是讲我相信足侪人拢有即种想法，讲你无讲嘛好好啊，你工课嘛用袂着啊，你若讲拢嫁翁啊，恁翁嘛无伫讲台语啊，为虾米爱学？但是我相信讲，这是我开始互我家己有自信的所在，就是讲我家己感觉讲这有价值。我来学台语，虽然讲我嘛讲啊哩哩啦啦，无就是讲我对这声调啊，对啥物可能无一寡人就是讲较专长，伊会专长伫遐。我专长可能伫别项，伫咧写文章嘛，对文字啊、文词啊，我较有迄种专长。但是对讲话啊、声调啊、记字啊、记迄声调安怎变化，我就是真正讲较含慢。但是呢，我相信讲，我若家己认为做即项代志有价值，伊就是有价值。我即摆练习讲，我感觉有价值的物件，无一定是别人感觉有价值。我若会当讲问家己的内心，毋是讲看别人的价值是啥，我著去改变，还是讲我就是会对别人走。我若讲会当坚信我家己，我相信这就是培养自信的方法。我认为讲培养自信，毋是讲今仔做一个代志做甲诚好，大家拢会足侪赞啊，还是讲足有名，趁诚侪钱啊，还是讲看到人有甲你鼓励啊。我认为自信的培养啊，毋是安尼，是讲我家己会当说服我家己，我家己会感觉讲，我家己的想法较是上重要的。我今仔甲阮学姊讲开讲又教我一寡词，我有发现我无啥会晓。譬如讲丢毒
丢读这字，我就变无啥会晓讲。搁有下骹手人，我是感觉我会晓啦。搁有教不主人，搁有一个是苏利亚国中，苏利亚国中，我嘛是嘿啊。变讲我若有定定开喙讲话，我就会发现讲我有啥物事可能其实我发袂出来，就紧甲这较发袂出来的报起来。嘿，就是其实若加练，一定是有开时间伫遮，就是会有进步啦。对啊，只是讲家己会想讲，着讲我是毋是有一个腔还是安怎？嘿啊，但是嘛是爱去克服即种想法，因为这就是家己无自信啊，就有可能大家无安尼想啊，因为即马大家台语拢无好啊。有一摆我去听一个家教的网络的家教的教台语的老师嘛，我想讲这讲话嘛有腔呢，有腔嘛会使教台语吗？所以我相信讲即摆的人台语拢无啥好啦，因为即摆拢讲华语就会当过生活，所以诚侪会晓讲台语的人拢可能10几年拢无讲啊。变讲伊讲台语啊，伊可能会讲拍金，伊就袂讲注射，伊会袂记安怎讲。所以我应该还爱有自信，我莫讲定定安尼无自信。我今仔发现讲，其实教会内容啊，就是我有听嘛，其实嘛袂歹，而且无输是因为伊需要一直讲台语，年岁可能嘛有够较老，所以讲以早的时代啊，拢爱讲台语的时代嘛，所以变讲其实讲甲袂歹哦，拢台语讲甲就是真正就较无受着华语影响的台语安尼，所以我其实嘛是会当去一寡讲台语的教会啊。虽然我是无介意教会啦，但是有想讲，伊就是爱找一个所在若内底人有讲台语，还是讲我讲台语，别人会喊我讲。安尼其实教会就是会啊，因为伊会甲你关心啊，会啊，伊会希望你去信耶稣啊安怎。所以讲，若是有心，拢应该是拢找着机会讲台语的机会，只是讲上大的阻碍，就是家己的心，就是无自信，就会犹豫啊，就毋敢讲，毋敢开喙。所以我嘛即摆用讲日记的方式，互我练习，希望我紧踏出第一步，安尼。即摆大家甲我建议讲，我会使安怎，我拢还是讲甲我问讲，你为虾米爱学台语？我就袂讲足激动，还是足伤心，还是安怎？我拢无啥物即种情绪的反应，因为我知影讲，就是我相信我家己的内心的声音啦，所以这嘛是有进步的所在。